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在前几日啦，在立法院对着选罢法来修正案来通过了，但是咱咧讲，新鲜拍鼓有时错，骹步打叉杀人无。选罢法禁止着乌金判刑经证人，那么道德可比着九品中正选少年。那么有声音讲是违背了人权，但是退一步来讲，咱就卖斗伊啊，代志毋就真简单，敢是安尼？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民进党台中市立委林静怡。主持人好，大家晚安。那么第二位，中国国民党组发会副主委林江川。主持人，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三位，民众党不分区立委邱成远。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四位，民间司改会常务执行委员，嘛是律师江英雄江律师。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台位无啥好，请等待谅解，多谢。不要紧好，咱就慢慢来开讲。那么首先呢，咱来关心到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了排黑条款。那么唔捌啊，那不犯到这个乌洗洗钱、抢抢劫，或者是毒品的人，这些人啊，未当来参选。但除了民进党的陈志忠已经无法度参选，嘛已经互提名参选的国民党的立委林文水嘛会受到影响。那么去年拄啊当选的金门县长陈福海，嘛不受到乌洗互判刑，无法度竞选连任金门县长。法律界有人认为，这个条文可能违背了人民受宪法保障的参政权。立法院2日三读通过选罢法修正案，明定触犯乌金抢夺等罪，终身袂使参选。已经得到国民党提名参选云林第一选区的现任不分区立委林文水，29日面册宣布，20年前捌乌洗，互法院宣判完刑，宣布退选。我当然会支持国民党提名的最强的人选啊，全力来辅选让绿地变蓝天啊！同款受到影响的，也有金门县长陈福海，较早捌因为互人乌洗判10个月，所以无法度争取连任。面对这样新公布的法令，陈福海表示，也是尽全力做好该做的代志。不过排污条款虽然通过，目前乌金抢夺甲国安3法反渗透等法未当登记为候选人。不过法界人士认为，条文牵涉到人民受宪法保障的参政权，恐惊有疑虑。这件事情很奇怪，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说这个犯行的轻重。你就直接预设了这个受刑人或者这个被告他有罪判决确定，那他将来就有可能会利用职位来这个实施犯罪。江英雄表示，限制人民参政权应该要有客观合理的依据。咱国伫宪法内底有剥夺公权的规定，即马个另外立法限制人民参政权，等有跳过法官的信任，国家剥夺公权会当期满复权。重新剥夺参政权，伫法规体系一贯性恐惊有疑虑。一旦提起改写宪法，也是有讨论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咱节目一开始首先要甲观众朋友来了解，就是讲，咱要讨论这种节目这个题目其实唔是要来讲真复杂的代志，就是咱破题的时阵就讲，咱这件代志，敢是咱人民咱卖投票，代志拢无，但是安怎爱武家？这个选罢法，落来修正，大家来比道德的关度。那么，我来咱现场请到3位相当程度的当代表着政党来发言啦或者是讲政党的立场想法。那么，首先我来请教着林委员，咱民进党在这一处会使讲食了欠腿，就是要来改这个法，这个初心到底是啥物？还是讲，不管是违宪也好，还是讲这个刑法比这个行政法的关度变做行政法来管理到刑法这种代志，恁是安怎想的？当然，这个物件要来修正这个法律，过去有讨论过，
你也去遐找，几啊年前，几啊改进前，讲足侪改啊，嘿，讲足侪改啊，进前嘛是足侪声音讲啊，唔啦，你都像主持人讲的，你都卖道义就好啊，等等的讨论。所以这嘛爱看讲，即摆其实真侪我定讲啊，真侪法律要修吼，你要有迄个环境的因素。啊，即摆因素就是去年年底的地方选举的时阵，阮直直去用民进党直直去用讲啊，恁拢乌金啦，恁拢安怎甲乌刀啦，直直去用安尼指控啦吼。但是我先讲倒转来，阮民进党内底若政党提名的标准，阮家己党内的标准。是啊，这标准比这个标准更较悬。阮的标准是比原来的选罢法更较严格。是啊，就是讲有这问题，阮是本来就袂当参选，袂当甲提名。所以阮会感觉讲，啊你当嘛好啊，阮本来的标准是较严格，叫去恁讲甲哪像阮拢是有问题的人共款。安尼无，既然民众嘛有这个声音，主要是安尼，民众有这个声音讲对，民众感觉这个人爱限制因的参选权，所以讲安尼无来修，吼，啊修了，阮当然就我所知影，我家己甲我真侪我的同事，大概在民进党这边，阮提出来修法的版本有10几版啦，吼，10几版啦，大家拢有啦。吼啊，像我家己的版本内底，其实像我家己的版本内底有的刑，我嘛是感觉讲啊，可能因若关了、判刑了，啊10年以上啊，出来啊，关了10年以上啊，安尼会使互伊参选啊。我有迄个量刑的差别，但是到尾无采纳我的意见嘿。啊，我嘛有一寡无共款的一寡想法吼。啊，咱到尾迄段时间，大家拢提修法，民众做支持。啊，当然行政院你内政部你就爱欢迎嘛，因为这就是。你看你行政院的态度嘛，行政院态度就是讲，既然过去嘛定在讲要修法，大家无支持，即摆民众要支持，安尼我就提我的修法。规矩豆干餐切我讲。啊，这就是一个迄新的民意嘛，吼，所以我先第一项讲，这毋是食营无代志，讲啊营无创啥要来修一个法。你甲看迄个时空背景是安尼，啊，迄个背景落去，既然如此，啊，咱就来修。我嘛真同意大家讲的一点，讲啊，你也莫甲选就好啊。但是你话搁讲到转来，啊，逐摆民众拢讲，啊，阮拢知啦，迄个某某人以前就是安怎，某某人以前就是安怎嘛，所以这种矛盾嘛真趣味，吼。啊，我搁补充一点，在迄时咧讲要修法的时阵，真侪人摕着日本的例，日本的例内底，你若是较早是黑社会，你参加过黑社会。你嘛是拢袂当参与政治啦，莫讲参选啦，你连参与政治拢袂使哩。有人摕这个例来甲我讲。连犯罪记录无，拢嘛袂使。犯罪记录无，但是你做过黑道袂使哩。有去用点香做记号都袂使。嘛毋是点香，伊就是有证明伊有参加过黑道，吼。所以日本的例是安尼，所以我定讲，即摆有法度伫遮煽动，迄是一个规个社会的氛围伫遮。当然你讲真济咱的法，咱讲司法，但是咱的法律的专家嘛讲，哦，安尼敢袂伤凶？吼，我嘛爱讲啊，这就是。等来讲，内向你迄时的环境，甲你的民意的思考啦，吼，因为我嘛知影，像美国的咧，美国就无即个例啊。你港台人放火过无要紧啊，你若要参选，我嘛支持。因为国州嗰都规定嗰都无共款。嘿，各个国家大家支持迄个现象无共款啦。啊，我感觉这点是民意内底对咱台湾过去久长以来，咱讲乌金、清甲毒。而且这内底也有一个关系啦，因为有把握着地方的真侪组织甲溃烂的时阵，啊，可能你用这个法律的限制，互民众在投票、在选择小可较自由咧，这是一个我感觉嘛爱思考的理由。小可较自由哦，但是一山高一山高哦，要请这个国民党哦来发言者，根据我所知哦，你上后尾要在表决进前，佮提出一个更较强的版本，我袂使讲强啦，更较坚决的这个版本哦，连这个性侵害的啦。吼，啊，拢写落去。其实要写落照例来讲，我想要问讲，有人讲，你知不知国民党就是比啥人较强的？你要乌我就要甲你塌落去安尼。无啦，无比啥物较强啦，因为咱主要就是讲希望用通关的标准吼，替咱做人民找一个较好的候选人啦。啊，毋就足遗憾的无通过。无啊，要咱讲有通过无通过，因为这是表决制的嘛。啊，咱若要协商，人就不爱甲咱协商嘛。咱嘛是希望讲会当。有协商，莫讲无协商。无啦，协商无过嘛，人就要用表决制的嘛，对无？啊，所以讲，包括咱讲的，你讲性侵也好，啊，你讲。迄个太人啊！无注意，啊，你有协商过嘛？有协商过啊。是大家无同意嘛？无同意啊。嘛毋是民进党无同意啊，人因区委员因也嘛无同意嘛，吼。是不是安尼？对啦，无啦，因为这条是安尼啦吼，因为这届这我恁要对峙一个，我才互观众朋友知啊。啊，庆毒啊，这一定大家拢是反对的，这无问题。不过这修法，咱爱法律爱一致性。所以讲，你袂使讲违反比例原则，啊，甲无做推定，啊，甲可能会违反宪法的迄个比例来讲，即届修法会当讲是政治修法啦吼。哪力两大党，大家咧画批啦，大家咧看
倒位的道德标准较悬，因为伫委员会咧审查的时阵吼，其实当时迄个司法院的代表甲迄落拢表达行政院的版本甲民进党的版本，其实可能有违反宪法的迄个人民参政权的这个小可有后来委员会内底协商嘛做出修正，所以迄当阵啊，委员会的版本。伫个议会的时阵，其实去互推翻啦。迄当阵啊，民进党甲国民党佮提出更较严的版本，其实这是事实。所以后壁的时阵，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讲，变讲后壁变讲，哪力两大党大家咧政治批车啦，讲较白啦。因为讲正经的，真若讲咱要限制，咱要管制，其实得到公权伫刑法的部分，其实拢有规范啦嘛。其实伫个其他的法律，其实拢有去规范着啊。啊，若讲咱政党是一个。对你提名的候选人，你家己内部爱去甲管制又好，你提出来爱互你的选民会当交代。像民进党人，标准是真暗安尼我感觉足好诶，大家拢来各党拢来比标准，我感觉这无毋对。啊，毋过你若透过这个，这我就想袂晓，恁三党家己去比就好啊，搁来送来甲另外。所以这就变讲，迄个内部问题外部化，我感觉安尼我都无法度接受。所以这届修法，民众党无提版本，因为我感觉安尼是无合理的。所以基本上。这道阮都是。你摕到一包乖乖，但是我你付注意啊！国民党的部分，迄当阵啊，自我了解，因当刚嘛有去做决议啦，因当然嘛是有两边的声音嘛，嘛是有一个较符合现状的版本，啊，较严的版本。时间平衡，我互你讲。主要就是讲咱爱公平原则嘛，公平的啥物？就是讲你犯的这个罪，到底你有互机会去改进无？因为你可能伫细汉的时候，你就去犯罪啊！你食毒，你像咱内底有一个食毒的，你若细汉无细，你去食着毒，啊去用害着的，啊你着，这咱讲的是政治死刑呢。你以后这世人拢袂当参与政治，其实对伊来讲，这就是人权的问题啊嘛。所以咱要讲的拢，既然你要用这个方式来去限制人的参政权。副主任，恁上后尾有这个版本，显然你看起来是无完全无赞同咯。毋是无完全赞同，我感觉。恁后来佫查什么性侵害，啊伊哦可能细汉的时阵是人识觉差啊，头脑小可歹去啊，但是后来拢更新啊变好，你有赞成？对啊，咱当然想要更生人想要有机会就是伫遮，因为咱的政治主要就讲，你不只讲伊过去犯罪，你嘛希望讲以后会当改进嘛，对吧？所以我会当讲，恁国民党内面嘛是亲像民进党同款，内面有足侪意见啦。讨论一定爱讨论的嘛，但是咱袂当违背这个宪法的规定嘛。你袂当讲违背宪法的人权的参政权，啊，过来就是公平完整嘛。比如讲，你共款是犯罪，像那我犯一档，啊，有的人杀人3档，啊是10档，结果伊出来，伊个会当参政，啊，像那我较1档尔，我袂当参政。所以这无公平嘛，所以咱来用公平的原则来看待这件代志。安尼我来请律师吼，律师太辛苦，你来讲一下吼。第一，这是毋是违反宪法？啊，但是他怎林委员讲啊，日本迄暴力，这个暴力团呐，哦，伊若有登记的，伊就完全袂当参选政治呢。啊，这有算作违背宪法无？那用这个例子，当然这个例足极端的啦，吼。啊，咱是要安怎来看待这个代志？咱遮爱看是看咱国际人权的标准，《公民政治权利公约》内底第25条有规定，这个公民无分伊的身份，伊拢有权利伫迄个定期真正的选举内底投票甲参选。啊，即摆咱要讲用法律甲这个一寡人讲，你袂使去参选啦。啊，咱就爱有一对这个国际人权标准、国际人权标准来讲，伊讲你得爱有一个客观、合理的标准啊。啊，咱古早讲会甲人的这个权利提掉，来当做一个处罚，是要降低这个犯罪人啊，他的法律地位啊，互伊人格检等啊，人格检定，歹势，啊，即摆，但是咱即摆这个世间啊，是讲是要保障人民尊严嘛，所以这人格检等这个说法，其实早就被放弃了，歹势啊，这个现在我们要说把人家的权利拿掉或者资格拿掉，其实是要减少他这个再度危害社会的机会了啊。只是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新修法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说这个有罪判决确定的话啊，都不可以登记为这个候选人。那他就是预设这些人，
就是透过这个选举拿到职位以后，会再度危害社会啊，他有这样一个预设。那这样的一个预设是把一大群人都打到反面去，这是不是一个客观合理的标准？从这个公政公约第25条来看，是不是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立法院早期已经有一个有一个体系规范意义的立法已经在前面了，它后面就应该这个自我拘束，它后面的立法就应该自我拘束，来维持这个法律体系的一贯性啊。那我们的刑法里面就已经有褫夺公权的规定啊，褫夺公权就是褫夺他当公职的这个权利嘛、资格嘛。然后这个是法官在这个宣判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被告的犯罪性质有褫夺公权必要的时候，法官去认定哦，有褫夺公权必要的时候，他要判说1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以上的时候，他才同时要去宣告说褫夺公权1年以上或者10年以上。是。所以后续立法院这个要立法的话，应该要避免说跟这个我们现在刑法里面已经有的褫夺公权规定，应该要避免发生冲突啊。可是我们现在新法是怎么规定？他没有经过法官用裁判来并宣告，就是法官前面判决有罪以后，我后面中选会就可以说，哎，我就拒绝登记。那也不附随说这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的刑，他也不是哦，因为他是有罪确定判决，所以说是什么拘役啊、罚金啊、缓刑、免刑确定，他前提都是有罪啊，前提是有罪，但是他判的是拘役、罚金、缓刑、免刑确定，他也是不能选，而且这个效果是终身的，它不是跟前面什么1年以上有10年以下有期的褫夺公权不一样，它是终身的啊，这个已经是破坏了法律体系的一贯性了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学说上有一个就是这个大法官翁岳生老师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体系正义，其实这破坏了体系正义啊，其实这其实是你也讲给咱观众朋友了解哦，你也讲给咱观众朋友来了解哦，就法律体制一贯性，这个一贯性不是一贯书哦，是一贯性，到底有什么意义啊？会当做饭吃无？哦，不是，这就是爱立法者立法爱避免自我矛盾啊，不是你前面立一个法以后这样立啊，我后面这个我又想说，哎，我再另外立一个法，自己矛盾。就是我当然来解说，你袂当目睭听大目白，喙齿听大下海，啊，巴肚听大肚财，你就要有一贯性，啊，伊吼，那是食到药吼，青草一条，那食唔到药呢，人心一照啦。就是讲，咱这法律咯，爱一贯性，啊做这啊前后啊思考，无会前后会自我矛盾，是不是这意思？是这个意思。哦，因为咱就必须要吼，因为咱这谈论节目啊，必须要有观众朋友来了解。我嘛来请教着林委员吼，啊那这啥个代志就大条安尼，这安尼修法吼，咱也知影，譬如讲，我也理解他委员讲，啊这摆民意的要求啊。吼啊！大家就要互相讲，咱就来改啊，咱就顺应民意的要求。那么要安怎？敢有以后敢有这可能性来做修补？都每一个法律到尾拢有机会去修补、去修正。但是我就听讲，这个像这摆的选罢法吼，过去几啊摆想要修，啊，迄个时阵大家就吵吵闹闹讲，别紧啊，先莫修就好啊，反正莫斗伊就无代志啊，大家就无迄个思想，想要去先去修。啊，这摆就是安尼规个，吼，不论我感觉。像拄仔讲的啦，你讲2大党嘛好啦，规个社会嘛好啦，讲到尾啊你无修，哪像我简单讲一句，即摆若无修，明天阮执政党去用讲啥？啊你打假球啦，你共骗啦，你都无要处理啦，你就是要做事黑金啦。阮无法度接受这种代志啦，你一定要甲处理啦。我补充几点，当然拄仔讲的吼，第一个比例原则，吼，这点真正我家己个人，因为我家己提这个草案，甲尾啊3读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嘛感觉讲有没有不符比例原则？有一部分我感觉是安尼无毋对，但是你搁等去看即摆，咱会甲伊宣布讲，这世人袂当参选的这些条件内底，譬如讲国家安全，你会伤害国家安全的人，你来做立委敢会使？你是做间谍的人，啊，你来做咱的议员敢会使？这咱讲，啊是甚至你来做咱的市长，敢会使？这点是安怎伫内底甲藏落，就是啊，这是一个足根本讲，你对国家有威胁，甚至已经有犯着这种法啊，确定啊，毋是嘴讲讲的尔。安尼你敢会当互你来摕国家的薪水来伤害这个国家？吼，啊，就是讲咱拄仔讲的一寡咱所谓影汤嘛好啦，啊是讲甚至是回选嘛好，迄是你顶一摆选举，你就知影你袂当安尼做，你搁安尼做。搁去互抓着，搁甲你判刑。啊，而且这收银啊，汤啊，搁有连续的。嘿，迄个你的震动啦，
好，这个是给政党更大的责任。我补充一点，对我讲，啊，你大家政党拢有你的规矩就好，可能主持人袂记得，咱有的人是会当无动参选的。好，咱会当无动参选，所以过去有的人，伊就是因为伫伊的政党，迄个实在袂使，伊怎样用无动去参选来闪避政党内底甲你限制你的条件的啦，吼，这是一个部分。啊，譬如讲我讲乌金，像乌金啦、有称啦，这条我定来比一个例，就是讲，咱来莫讲啥，咱讲议员甲议长就好啦。议员甲议长，你是毋是爱监督这个管区？你会当叫警察局局长来问，调警察局局长来骂。好，来甲伊要求，你袂当创啥，你会当创啥？啊，结果这个人较早就是去互警察抓去，抓着讲伊就是组织犯罪，伊就是乌金，伊就有称，伊甚至做地方就是大乌道，结果伊怎啊变议长？我定讲，安尼你敢警察局长情何以堪？好，所以这几个例我想要举例，啊，我补充一点就是讲，当然咱伫一个民主国家，你爱确保人民的参政，甲咱讲做找头路的权利啦。好，啊，但是我搁举一个例，比如讲咱的计程车司机。计程车司机，你有相关的一寡犯罪的记录是袂当做的，有无？你若要做保全，你嘛有一寡犯罪的记录是袂当做的。某种程度嘛是有一寡约束啦。对，咱毋是讲你每一个人，我看哪个身份，逐项工作拢会当做。咱甚至连做警察，甚至连我要开计程车，我拢有一寡基本的，你每一个你若犯过啥物法，你袂当来做的。安尼啊，你讲开计程车，佫是趁人民的、趁一般民众的钱哦。我若是去做公职，第一项我有权利，第二项我摕国家薪水。安尼情况以下，你讲完全无甲伊限制伊的条件，安尼我感觉嘛讲无啥会过啦。好，但如果前提是咱会当认可讲爱某种程度来限制，我小姐才请教着律师吼。那这种物件是应该是在这个行政法、这个选拔法内面规范，还是回归到这个刑法内面去一条一条去甲写？来维持这个法律的一贯性，吼，是毋是安尼？我先互伊吼，两个拢来讲吼，啊，互你一处来回答啊，来。咱若要讲，比如讲，咱讲民进党讲顶届咧选9合1选了无好，是因为论文事件爆发点的嘛。啊，咱奈无把论文抄袭这件代志放咧内底讲，你啊论文抄袭，以后嘛袂当顶公职啊，这嘛是算原来一个手法嘛，对无？啊，所以讲今仔日咱若要讲要去检讨过去你选了无好的原因，较来讲要来修这个法，其实这出发点就无讲足正当的啦，吼。啊，再来讲，因为咱也公职，吼，头头律师有讲嘛，因为你犯什么罪以后，有罪绕开纠正部，这是人性自然嘛，一定爱啦。吼，只是讲要纠正部是纠倒一项啦。对啊。我内底家己自己内部。啊，咱坦白讲，咱三党嘛是一寡绕开代志嘛，是大家互相绕开纠正部。对，你就包括你即马赖会员迄个台南区的，伊嘛是有迄个抄袭之嫌嘛。啊，这是毋是以后伊就袂当参选嘛？这就是爱对，所以一定要调查嘛。所以讲你调查了，你是毋是原来有要来列入这个法律，以后褫夺公权，以后袂当选嘛，对不？因为头头律师有讲，你犯什么法，是毋是以后你伫公职的时阵，你就真正做了无好，这是无一定的代志嘛，对不？所以我感觉回归来讲，就讲你啊顶公职的时阵，你有人贪污，对不？你看出来贪污。注意安尼，你听起来，你的立场甲民众党甲时代力量。差不多咯，完全就卖收啊！唔是袂使讲无收，我讲的意思是讲，其实咱来回归到讲，你看做的人犯罪的人，伊真正伊顶公职的时阵，是毋是真正有去搁继续犯罪？像讲贪污罪的人，伊过去敢有犯过罪，嘛无一定有贪过罪嘛，对无？所以咱用迄无罪推论的方式，就讲，今仔伊也真正受这个国家的迄个判刑，一定去执行完毕啊！啊，即马搁褫夺公权啊结束啊，你得应该要回归迄个自由身嘛，自由的心嘛。啊，所以讲今仔日咱一贯性来讲，咱就是以重罪，你若讲比如讲7档以上、10档以上，不要紧，你就褫夺公权，要20档嘛不要紧。但是咱就是一贯性，咱无需要搁。安尼听下，吴主委你是无赞成国民党想要提出的迄个更较厉害的版本哦。迄是为着公平正义的部分，公平嘛，你公平性、一致性嘛。为了赔车正义嘛。无，咱就是爱公平嘛。你袂当讲干那枪炮，你就大讲你袂当参选。安尼以犯罪来讲，你听起来你是去有律师完全说服哦。律师讲得足正确的啊，哦，有影，系啊，有影来，是啊，开外。我感觉也是爱回到头头律师讲的法律的一致性甲一贯性啊，吼，我想是安尼啦。比如讲，即马几个条件嘛，
违反比例原则嘛，无做推定的这个理论啦，甲违反这3审定谳的原则嘛，因为即马是10年判刑吼，都未定谳你都是袂使嘛，吼，那真济，包括头头可能讲到啊，即马大概上野上严的是啥？诈骗，诈骗哪会无放入去？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其实内部咱家己拢未有真大的强势，讲正经的，所以伫个窃夺公权的这个刑法的这个规范内底，咱会当去用这个标准来去做处理。那原则上，乌金、庆毒，也是讲这个问题，大家了解这路拢是爱杜绝的。咱基本上，咱伫个政党内底的一个机制，都爱甲用好势。咱去讲一个原则，咱这个社会是劝人向善的吼，善的力量吼。更生人协会这是什么概念？那照安尼讲的话，更生人都免处理啊嘛。为什么安尼讲？你若讲即马足侪少年的，因为即马薪水低、通膨、高房价、趁无钱，伊可能就会去转向去有一寡不法集团去用车手，还是讲诈骗，还是啥？新生怕够有时错，骹步打岔下人哦。少年17、18岁，因若讲去无小心死甲插去。以后伊一世人都无法度啊嘛，这个部分你也嘛是要去思考，这是社会来对应负责任的，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莫讲各党啦，我感觉社会拢也无真大强势的时阵，安尼的手法是较粗糙淡薄啊。哦，这咱就要加去多讨论啦吼。江律师他都有足侪意见吼。第一就是讲，我头所提出来就是讲，如果若要维持着一贯性，敢有可能讲，这行政法内面卖写？咱直接来写入去这个刑法内面，吼，因为刑法是对行为犯来做规范啊。这个罪大恶极，这个体夺公权，可以终身不得超生。安怎？来做处理，维持这一贯性，敢是安尼想，还是讲其他方式？歹势，我台湾人，但是我台湾话讲了不好。不要紧，尤其法律的这个专有名词。是。跟大家报告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我们国家还是有这个褫夺公权的规定的话，我们又要维持法律的一贯性，其实我们这个法律可能现在我们认为组织犯罪这个条例，我们要特别就是要规范它，要褫夺它的公权嘛，其实就可以在组织犯罪条例或者洗钱或者毒品或者是枪炮弹药那些法规里面去规定说，去增定说犯这些法律的所定的罪名，然后让这个经过法官宣告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的时候，同时一并去宣告说它的期限跟那个刑度相当的褫夺公权啦，应该是可以这样立。如果说法官裁判的时候他没有并宣告，没有同时宣告的话，那检察官认为有宣告的必要，他也可以申请法院补充解释这个立法例在现在有没有？其实有啊，其实就是这个。请等一下，其实就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13条，其实就有这样规定。贪污治罪条例第17条也有同样的规定。其实，在维持这个褫夺公权的，就是我们就有这个褫夺公权的规定，然后又要维持法律体系的一贯性的下，其实修法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去修才对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民进党就要用这种版本，以这种这个公职人员这个加一个特别的规定的方式。可能已经是破坏了我们整个法律体系的完整了。其实我回答一下，真的，我们律师讲的很有道理。我们本来嘛是安尼思考，我们本来嘛是思考讲，安尼我就一条一条去甲找出来写。是啊。好一条一条找出来写嘛是会使，甚至就是符合着拄我讲的，讲安尼可能你伫逐条伊的犯罪内底的时阵，法官佫增加一个条件，讲我除了甲你判刑以外，我佫来决定你是毋是未来会当佫参选人。但是这个处理，这会拄着2项问题。第一项就是讲，安尼当然这是尊重着法官伊的这个裁判权。法官嘛当感觉讲，我虽然这个你犯罪我甲你判10年，但是你还是会当参选。这个可能性也是伫法官的手头啦，这是第一点。这甲民众思考，即摆阮听着民众讲迄个哪会判刑判遮轻？阮拢解说讲，无啦，这法官的权。甲民众的期待有无共款，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点，阮迄时本来嘛拍算安尼，但是你甲看讲，若即摆咱去符合着的这法条的时候，你就爱伫足侪条法内底一条一条审。
而且这一条一条有诶，可能是伫迄讲国安法吼，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伫包括咱国防委员会、国防外交委员会、甲内政委员会，啊枪甲火这个部分就是伫内政委员会，吼啊包括讲这内底有诶甚至啦，像拄仔讲到讲，若是咱诶性侵害犯罪等等，这内底可能有伫司法委员会啦。所以，阮本来拄开始嘛想讲，无咱一条一条找出来写伫迄条本来的法律的后壁。啊，搁家己加一个，以后法官会当互伊褫夺公权。但是就是这个物件，你要看民众对你的期待，讲好好按阮写来了，可能歹势吼，一条一条慢慢啊修啊。比如有的法律，伫伊的委员会修较紧，伊就出去啊，伊未来袂当选举。啊，有的较严重的法律，伊修较慢，啊，所以伊今年以后会当选举，伊有即种无就讲阮比例原则的问题。有的可能较轻，但是足紧就审查了过去啊，啊有的也未，啊也未出去。会出现这种问题啦。所以民进党人想起来是进两步来退一步的概念啦。有受到，因为安尼讲，民进党内底包括对宪法的尊重，对咱的修法的一寡精神，阮有阮的了解，甲阮希望尊重的方式。但是你也去挑剔一个讲，我即马需要修法，因为这个修法是呼应着民意，而且即马规个社会拢无法度接受讲，乌金庆独这人搁做候选人啊，吼。安尼情况之下，我甲你讲无啦，歹势，我可能要开3年的时间，甲所有的法律拢悄悄清清的，啊，我再慢慢啊修。拜托你接受我。我老实讲啦，在即马这种年代，吼，咱的这个媒体的讨论，也是咱的民意的反应，遮尔啊紧的时阵，你要安尼去处理，我老实讲，你民众无法度接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啦。这就是民情啊，一般的这个舆论啊，可能无法度接受啊。哇，逐工单位节目就甲你练哦。咱讲你民意沸腾呢，练甲你耳孔练到就上起来吼。但是副主席，但是你听起来是较赞成这个。律师伊的讲法就是讲啊，这本队就是有这个人权的这个顾虑，迄是你个人意见呢，还是国民党大多数或者立委的意见？基本上是我头拄讲的是我头的意见啦，但是基本上阮党团内底本来就讲做比例问题嘛，吼，比例原则的问题。过来就是讲，比如讲，其实法案较济啦，吼，你这个时间来讲，你也敢若通过这个法令来讲。佫有足侪诈骗的问题，啊，你也毋去探讨是毋是？你包括台湾做迄个柬埔寨做台湾版的，做物件你也拢无爱去管理，对无？所以足侪该管理的代志你毋去管理，你即马来做做物件，是毋是时间无对？你就是为着啥物目的，你开做即件代志的，对无？所以咱想，当然咱会感觉讲奇怪，你立法院。遮侪立法委员会当审查民生的问题，啊，甲做诈骗的问题，会当规范，互咱做老百姓会当更好日子生活。这个修正草案是恁党这个立委陈玉珍所提出来呢？那是阮的草案嘛，但是他从头计是行政院的版本新出来嘛，我现在讲哦，因为内政委员会有2个交委，一个是阮民进党的交委，一个是国民党的交委。啊，在阮这个会期拄开下个第100委员会，陈玉珍招委就甲排案啊。嘿。恁交委先排案的啊。是啊。伊第一天就排落，我带一条讲，哦，你也比我更较凶啊，先甲排落呢。对啊，啊就无春车就无法度抽摕啊。打假球吗？你摆落去。我是感觉副主席你的意见真好啦，你柬埔寨这诈骗啦、安怎咧，应该是较优先嘛。对啊。那你无法度去甲影响恁这块立委吗？你当的副主席。党团有党团的排定啦，系啊。哦，这我相信。即尤其咱吼2大党以外吼，咱民众党发生一处的，即投票即行为吼，你甲解脱者，有真侪人无法度理解，我哋民众党来，又来，拢无表示意见，这是什么意思？主席啦，嘿，无啦，阮的意见就是感觉讲，即届的修法确实社会沟通还未做好，嘛真正违反比例原则，佮有迄个违反宪法的精神。其实对阮来讲，这是一个。迄个较粗糙的政治修法，吼，这是一个政治宣示的修法，吼，无后壁可能更较侪问题，甚至可能会引起后壁迄个宪法的诉讼的问题，吼啊，为什么来讲？咱讲一个例就好啊，譬如讲，咱即马讲的这个乌金，也是庆毒、国家安全、贿选、乌西。这重刑，这我感觉拢最重要。譬如讲，咱若讲证券法咧，那有一寡民代，较早若因为证券法去来刷交易，这不法所得敢有较少？这条无写入去啊，诈骗咧，
性侵呢？无啦，啊，儿少性剥削愈下愈多啊。无啦，所以讲啊，这变讲大家咧画批嘛，这对无？啊，就无意思啊嘛。所以讲还是回到他都要讲的行为法，咱刑法的铁道公权这个部分来去处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譬如讲以刑法对铁道公权的迄个附加刑吼。除了死刑甲无期徒刑的判终身的无期得到了，其他有期徒刑拢是判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得到。基本就恢复宪法规定的被选举权甲公职权，这其实是保障人民参选的权利。再来，头拄我讲的，就是讲，譬如讲，迄少年的，若讲去互这不法集团来吸收，若讲少年想打岔掉后壁，你是毋是就？终身判刑，终身袂使。再来这边的修法是公职人员的选拔法，毋是干那这议员、立委，也是讲这县市长，连遐里长、代表，也是讲足侪咱基层的这，其实这个部分敢有去做好真好的社会沟通，我感觉这个部分其实爱拍真大的这个问号啦。其实这对两大党来讲，因靠安尼这个。包袱爱去沟通啊，其实对阮来讲，阮是感觉即届的修法无够迄落细致，嘛无够做好社会沟通，嘛违反阮头拄讲的几个原则：无罪推定论、比例原则、甲违宪之余，这是阮感觉即届阮无法度伫个即局来去表态的主要的原因。咱要来讨论吼，尤其咱个邀请律师吼，就是主要吼，还佫有一个赞处，就是讲，头头即个委员啊讲哦。我是毋是爱甲这个加入去，这个加入去，还是要加安尼无所不至？这个牵涉着一种吼法律铁盒，就是讲我会当限制你在某种程度，但是我若限制这个科威啊之外的物件，我就必须爱承认讲啊，这我法律的有所不及，那应该用其他的方式来救济。敢有这种可能性？啊，无逐项都爱来放入去内面，敢有这种可能性？这个可能也是要回应一下刚才前面的讨论了。刚才有讨论到计程车的问题了，因为计程车司机他吊销执照嘛，他犯罪吊销执照的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是限缩在这个把我们现在这个选罢法的修正限缩在工作权，把他这个参政当做一个工作权来讨论。但是我们这个选罢法这次修正不是啊，其实是参政权的问题，不是工作权的问题啊。即使以那个计程车司机的事情来那个问题来讨论的话。4至584号的确是认为是合宪，但是后面4至749号其实有修正之前的看法，它里面有特别提到，这个你没有去区分这个犯罪再犯对乘客有没有实质风险的话，都一律说，我不给他这个计程车司机的执照，这是不对的。啊，回到我们的选罢法这次修正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区分说这个人之前的犯罪，或者他现在这个继续维持他的这个在黑道组织中的地位，然后都一律假设说，这些人就是他在参选拿到职位以后，就一定会再度危害社会，这有很大的问题啊！即使是我们以计程车司机的视线来看的话，都是讲不通的。这咱会当理解，但是参政权甲驶机动车的这工作权，这两项会当看作是同款大小吗？还是讲一个违改？但是这个执政党都拿这个计程车司机的例子出来讲啊，这个好几位都是这样啊，我们就不太理解啊，这明明就是不同的事情啊。我知影是无同款，但我的意思是讲，这个敢会当一个较悬，一个较低，你想起来，真素朴的这个概念就拢是找头路啊。那不是找头路。公职人员你是有权伫手头的啊。就有权力嘛吼，不是权利啊。有权，譬如讲国安法内底，你判你对国家你有危害，你是间谍，啊，你来个想讲，伊若到尾伫阮的国防外交委员会做立委，啊，伊会当窃取我国的国安机密，也是咱的国防机密，这个权咱敢有法度接受？所以这就唔那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会当影响的咯，这就唔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会当影响的代志咯。这是权的问题啊，因为我讲民意代表伫民主国家真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民主国家内底，我不论你是用什么方式选调的一个民意代表，诋毁你这个过程是犯法。
吼，就咱拄仔讲的乌西等等。啊，若无你就是民意代表啊。民意代表伫民主国家内底，你的权上大。对政府来讲，你有监督的权利，你有要求伊甲你解说的权利。但是这个部分内底，你敢若讲啊，这个敢若是一个工课，这毋是咱做民意代表，咱知影讲，我除了这是一个工课以外，我阁有我的责任。甲我的权利，我足同意拄仔大家定讲的，修法内底，阮爱小可责难一下，因为你若修法内底修啊伤有问题，你会伤害到规个真侪人，也是伤害到制度，这就是阮爱责难的所在。但是话佫讲倒转来，若讲咱拄仔在讲的一寡乌金庆度的背景、犯罪者伊的背景了。伊到尾佫有这个权利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法度接受讲，即种背景的人摕国家的薪水？用有一个足悬的权来要求这个国家的行政人员来配合伊听伊的话，这就是一个真需要思考。当然，我安尼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对民众来讲，我嘛这样真矛盾啊。民众若对乌金庆毒拢足反对的，谁那你会投票投互安尼的人？这才是一个咱伫民主制度内底真侪足大的问题嘛。啊，这就是讲，头仔律师哦，做为反倒转来，这个请教律师哦，头仔律师也讲。无罪推定嘛，台湾人真善良嘛，啊，伊过去吼骹步打叉啥人无嘛，安尼来斟酌啊看嘛，啊，伊即马好好啊，可能是袂晓讲嘛，啊，可能是猫咪人，我毋是咧讲啥人哦，哦，唔当会做伊哦，就是可能是啥物人，啊，伊即马就好好啊，吼，啊，就阿弥陀佛啦，还是安怎，你就无罪推定啦，吼，啊，即种代志啊，法律是有限制的这个权利吗？这个有一些讨论是会讨论到无罪推定了，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有罪确定判决嘛，其实他前面就是已经有罪确定判决，啊，只是判决了以后他服刑嘛，服刑他就已经这个我有一条是10年以上未定谳哦，10年这条就都在争议，这一条。对，10年以上未定谳，然后也禁止参选的话，其实这里面的确是有违反无罪推定的问题啊，甚至是法官在这个下裁判之前判定说这个人有罪没有罪之前，我们就认为他不能参选嘛。对。然后甚至说这个法官还没有说这个去思考说这个人是不是要褫夺公权，有没有必要，也没有，他就有这次新修法里面有一个这个还没有确定的判决出来之前。就可以说，这个禁止他参选的规定，这真的有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违反无罪推定。但是我刚刚讲到有罪确定判决的话，他有服刑了啊，然后他褫夺公权，法官之前也是有这个褫夺公权了啊，褫夺公权会有一个期间嘛，期满了以后应该是要复权，就是恢复权利了，恢复他的公权啊，他就应该有完整的权利。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修法说，不是，我们还是禁止你这个终身不得登记来参选啊。这其实就是降低他的法律地位啊，这其实就是人格减等了，这个已经走回到回头路了，这个已经是古早的这个刑法处罚理论，那个叫资格刑、名誉刑，其实就是在羞辱人家了。啊，这就是这种法律上理想性啦，吼啊，但是吼有的人就是，伊就讲我就金盆洗手啊，哦，我就无出工无事啊，啊，但是实际上还佫有一种影响力，吼，咱也真正。咱伫台湾社会也真正有看到这种人，吼，咱也免去讲这，伊个假话就是，咱也真正看到这种人，这种人，咱民众这是爱透过社会力量来集体舆论来甲讲，啊，你唔当参选，啊，你来选我，无来投你，还是讲法律来定，这我小等来请教律师啊，吼，那区委员。是，我想吼，即个修法。确实啦，吼，我是感觉抢路受挫啦，吼，无够有路啦，吼。啊，其实吼，若讲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吼，民主的国家人权啦，还是讲咱的民主进步，即个修法其实像律师讲的，这人格减等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这确实是咱家己爱来思考、爱来检讨的这个部分。因为头拄讲的这个问题，我感觉上大的争议的，就是这个所谓这个。迄个10年未定谳的部分，吼，这个嘛袂使，因为若3审的时阵伊判无罪，安尼要安怎？啊头前算啥？申请国家赔偿。对，这头前算啥呢？对不？所以这个部分，包括我头拄讲到，譬如讲，咱来讲这洗钱防治法，若讲有一寡少年囡仔少年的时阵，无小心去互这个诈骗集团来去利用的时阵，去无小心触法，后壁是不是伊终身拢判拢袂使？
安尼拢主回头拢免抢啊，对无？啊，所以这个部分那个迄个啥，茄子蛋迄拢主回头拢免抢啊嘛，流氓教授嘛免搬嘛。我毋是讲，为什么即届民众党的态度是无赞成嘛，无反对？因为恁讲的拢对，这拢是民众足痛恶的一寡属性。恁的民众支持者嘛支持恁这种做法吗？支持啊，因为包括阮康德主席讲的，就是讲这个部分，因为伊感觉讲，咱感觉讲刑法剃夺公权，一寡这不管是组织犯罪条例、枪包弹药管制，还是毒品危害防治，这个部分其实拢会使去做相关的规范，无应该因为这届的修法定位是一种政治宣示甲政治修法，咱讲较白，若是今年若要选举，咱态度要表现出来，无感到需要不甲安尼，大家咧批车嘛，到后壁咧袂收煞。啊，结果本来要放较灵的，委员会要放较灵的，啊，到遐个大家个塌起哩。啊，恁若认真讲，诈骗爱写入去无？性侵害、儿少性剥削爱写无？还是讲那证交法，还是讲这不法的所得透过这样金融犯罪，这爱写入去无？这拢是大家必须要讨论的，无应该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即届阮无赞成嘛，无反对，阮的态度安尼原因是安尼，甲大家解说一下。哦，来。这个副主任吼，他都大家也拢讲啊吼，啊不管是民众党也好，还是民进党也好吼，这在这一处的这个修法当中，大家拢知影讲啊，我就爱安尼处理吼，啊但是后来我发现讲，哇，你敢若落手就重哦吼。我感觉有拍到点，无拍到点啦，因为咱若讲民进党顶届讲伊顶届选了不好，就是因为这个论文的问题嘛。啊，这届有可能是不是原来因为诈骗的问题？咱看陈欧博这件代志就好啊。伊用这个权力，伊的权力，人感觉讲哦，你是迄个政治的明星啊，所以我要带你投资。啊，投资当然，这个投资者是一个诈骗的集团，对不？你看因的骗的超过5000人啊，因为伊迄个调查局去看，已经超过5000人啊嘛。2.5亿，超过2.5亿啊嘛。啊，伊赚钱拢是因为你这个公职人员，你这个形象，人来你投资的嘛。啊，投资了，伊可能做迄个属主，伊嘛是去当骗出来嘛。啊，所以咱若讲以这个修法来讲，陈欧博伊是毋是袂当个选举？啊是讲因为伊安尼会当互伊终身吼，咱讲的政治死刑，以后拢袂当参你这个讲甲真紧哦吼，因为这个案还袂调查的吼。我知，我意思是讲啊，真正是毋是安尼？咱应该用这个做标的来去算讲啊，我以后总共对这个情形，好，你公职人员因为你因为你的政治名声，啊去因为安尼去当摕到钱，啊摕到钱，啊做人是。我会当甲你翻译叫做少势少端嘛。少势少端，会使啊，哦，但是这就天大地大咯，啥物代志就当少势少端呢？啊，是毋是安尼？啊，这种情形来讲，咱这届内底敢有坑入去？啊，这我感觉这天大地大，这嘛就得来检讨，这是历史哦。来，我先和林委员来讲啊，这他怎来讲啊？讲哦诈骗啊，啥种那坑入去，那坑未完呢哦。对啊，啊，就是我讲最上完美的精神，就是人民去判断嘛。但是拄我嘛讲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拄我做赞成，咱拄我律师讲的叫做人格减等啦。好，我因为安尼，我用你过去犯过的这个罪，我就互你完全袂当参选，这是对伊的人格的一个损失嘛。但是即摆的状况就，咱拄好举这个例，就是即边讲的讲，你甲某某人有翕相过，你甲某某人食一顿饭。也是讲啊，你的服务处就是伫伊提供互你的，你要无先，咱讲拄啊，这上少是判决出来啊，判决讲你都已经是证明你有这个罪啊。安尼咱讲，咱对咱家己剥夺伊的参政权都人格减等。啊，像做我举这个例，合作，我甲这个人有熟识，甚至关系袂歹，我就要讲你袂当选举，安尼人格减等是更较不符比例原则的啊。好，所以讲我真赞成讲，这个社会应该爱有一个，咱讲民众内底每个人心内拢有一个笑啦。这个笑感觉讲啊，你安尼我感觉无啥好。但是话佫讲得转来，咱立法的人会当做的是，我已经有证明讲，你这个物件是真正有严格啊，有问题啊。我用安尼来甲你限制，这个理由我讲会过。啊，那像做我国民党的朋友即马讲起来，安尼你已经是，除非你是完全的圣人。
吼，食素拢无杀人的，没有杀生过的，啊，若无已经是完全无法度啊。甚至咱定讲，咱做政治人物，在做秋委嘛共款，咱地方咱就拄着真侪人，我甲人翕相，我甲人食饭，我去用邀请去啥物所在，甚至你若要安尼讲的时阵，啊，即几工咱国民党的这个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伊嘛去甲吴光训见面，啊，伊嘛是一个较早讲诈骗，已经判决有罪确定啊哦，你若安尼，你的比例原则够歹瞧啦，好啊，所以我讲倒转来讲，咱这个物件是。当然，咱拄仔讲，即内底咱真侪已经确定判刑的，吼，咱起来做一个处理，这是法律内底会当互咱上基本的物件。啊，你若要讲用各式各样的，用所谓人格上面，我感觉你的人格有瑕疵，但是法律上也无法度甲你找到证据，安尼时阵就要来做政治上的处理，安尼是比咱即摆修法更较超过啊。好，这个是不是有符合咱对我讲的比例原则，跟法律上面无罪推定定定，这个我感觉逻辑上面比较不一致啊。这我就一直要来问律师的，就是讲如何要来吼，咱三党吼，而且是四党都唔得，无法度来卖来做这种道德竞争啦，吼，啊，法律就是法律，道德是道德，吼，啊，道德呢，爱其他的这个范畴，其他的这个代志，社会文化。议论就去制裁，就去讲，啊，其他的来法律来处理，啊，这较有可能。这我要问的就是讲，咱法律是亘古不变，就是一贯性，无时间的变化，嘛无背景，嘛时空背景，嘛无这个地理的这个人群的文化这个考量，就是爱安尼一贯制。有些这个一时失虑参与犯罪的人啊，他如果之后彻底悔悟了，然后他金盆洗手，那根生是要保护的啊。他的参选如果能够造福社会啊，不会再度危害社会的话，那我们这一次新修法一律剥夺他的参政权，可能就不对了。那其实介入选举，如果是黑道组织的话，其实他本身就有暴力，他用暴力拿到金钱以后，他就会想说染指政治。我们这一次虽然说，要特别铲除这些这个黑道组织，不让他们参选，但是他们既然有那个实力，其实他们也可以推出白手套，也可以推出傀儡来参选。所以说，你说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新修法、选办法终身竞选来斩断黑金，我觉得是治标不治本啊，医生。吼，这就是讲另外一个面向啦，吼，就是讲伊较戆，伊袂晓叫5个庄稼人出来，那就。布袋戏少人的推出5个，这嘛是有可能啊，委员。我真赞同迄个林委员讲的，其实哈，咱相关的听层次啦，就是讲人民爱有这觉悟，甲这选择啦。啊，当然在修法的这个坎站吼，我感觉是法律吼爱有咱的一贯性，啊，上重要法律爱互人民会当信任啦。就讲感觉讲这是。在算真的，咪在算假的，你听我意思无？这最重要。因为伤认真啊，无所以就袂顶袂当的时候，还是讲甚至有违反迄个比例原则，还是讲会违反宪法的精神的时候，这个部分就最大的争议。包括头拄律师嘛讲嘛，再来讲政治是要安怎务实，咱一致性来看这个代志，袂使有个案，袂使因人设法嘛。因为这个就牵涉到咱前总统、咱季中兄，还是讲足侪。但我感觉这无法度避免的，你明年搁要来选的，明年搁要来收的，就嘛是共款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应该要回归，就是咱头拄讲的刑法的这铁路公权，这个部分已经会使啊，都是照安尼的原则去执行。啊，上重要的是法律的一贯性，爱互人民会当信任，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原则上，我感觉。3个重点，第一个当然讲说，咱修法的部分，咱爱来去针对这个行政法来去做盘点。另外这个部分，排黑部分，我是呼吁啦，各政党吼，在提名的阶段吼，都应该爱上严格，爱讲较到，做较到。这款呢，从党内问题吼，内部问题、外部我是感觉大可不必吼。尤其是甲排黑问题吼，升到迄个法律的甚至有违宪的疑虑的部分，我感觉这个部分是大家必须要讨论的。这个修法就是我感觉社会的强势啊，讨论啊，袂讲足有强势的部分来做安的动作，其实是较有，互大家感觉有一点仔问号啊。哦，爱强势吼。对。啊，就副主席，你要安怎理解恁党内强势？共款啊，咱提高咱的道德的标准嘛。啊，所以咱提高咱道德标准，咱杀出来，互选民当然要互人民来共识，感觉讲，这个人袂歹，哦，
安尼。对呢，你佫是组发会呢，对啊，佫负责提名的，佫组织工作的呢。是啊是啊。哇，恁地方咧提名的时阵是真艰苦哦。我那真辛苦着啦，我那真辛苦哦，要找到这个较有较清气象的，你嘛真。要啦，要找真侪的人，真侪的人，嘿。吼，这咱国民党来有共识啊吗？有啦，拢有共识，嘿，以早就有共识的啦，嘿啊。啊，以早有共识，那现在啊，佫啊武甲安尼遮多，尤其即摆佫蹲到这个婚姻关的这林文水委员。其实嘛唔啦，林文水啊，你看内底较侪。显然就是无，显然就无共识。民进党嘛几个啊，民进党嘛2个啊，吼。迄个民众党嘛是1个啊，对吧？啊，无党的嘛3个啊，所以其多多少少拢会去拄到啊。所以共识是3党嘛有共识的意思是安尼咯。民众党咧本来较早是恁个，敢不是？是啊，啊其实国民党出来嘛几个，你当面嘛是在国民党出来啊。来委员，对啊。想要1分钟吼，你去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我相信，咱足相信就是讲，其实民主的制度内底，人民的选择是上重要的，互这个社会变做较正确的一个社会文化啦。但是当然，若考虑到讲，大家对于这个乌金，也是咱这个讲黑金枪毒这个背景的痛恶，吼啊，咱民进党做者激进党，咱就要回应这个需求。啊，相信讲这个修法内底是造成的，其实不是针对个人，是造成一个讲咱一个宣誓。这个宣誓的态度，咱就做到安尼啊。所以其实像拄我讲的，啊，若今仔日这个背景的人，伊叫白手套出来。人民发现叫你安尼做的时阵，你嘛是吹15无立法啦。咱嘛是希望民众会当看会到讲，连法都修到安尼啊，你要搁弄这个空棚，我无得接受。咱希望讲慢慢会当变做安尼一个文化啦。好，这我感觉是最后，咱是回归到这个人民家己的目睭啦吼。啊，你要透过这个法律来个制裁，我看嘛是真困难啊。就是上后尾，互你些时间，互你控制。这个其实要治这个排除黑金的话，应该是要在治本啊，就是可能要。